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年期间，要去方案对14开始施行，真侪人选择7+1的方案。检疫期间也禁止亲戚朋友来小吹，违规食上当罚到700万。而这下伫要到啊，这个花也开始变贵咯，连外卖披萨的披萨哈也宣布讲要来起价咯。伫咧花莲的道路区国家公园有高山甲人抢物件车，煞害一个86岁阿公滑倒受伤。讲到过年入境方案对14开始施行啊，头一批转来有826个人，差不多有68%的人是选择这7天是要住伫咧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另外7天是要登去处理检疫的方案。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希望大家是为着防疫就爱来配合。另外，伫咧检疫期间也禁止这亲戚朋友来小吹，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700万。不过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却认为讲，这7+7可能会造成防疫空帮，但是中认为这检疫强度无改变，而且是更较有信心。从国际机场入境旅客人变多啊，有袂少人选择春节转来台湾检疫专案10时开始的头一天转来。指挥中心也公布春节转来台湾的专案头一天入境人数有 A、B、C 3个方案，以7+7+7这个4个方案，557人，差不多占6成8上济。头一天转来台湾的人数拢总826人。你觉得7+7不好是不是？不好，问题太复杂了，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指挥官陈时中呼吁回乡旅客配合，强调爱写的资料，敢若防疫旅馆甲厝的地址，其实嘛会当伫电子表单顶悬写。不过有民众不满，讲无法度防止人客来厝的开讲。陈时中是严肃回应，强调那是违反规定，一定会重罚。你还要到家里串门子，好，那就有这样的情况，15万到100万嘛。对于7+7+7入境检疫方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表示烦恼，认为这是 Omicron 侵袭前所做的决策，一旦疫情摊开，要改都袂赴啊。不过陈时中是讲，检疫的强度无改变，而且真有信心。对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我是有信心的。那今年如果是7+7，好，那有7天的一个观察期，然后7天完了之后，好，7天之前我们就要做一次 PCR， 这样子一样的强，好，让更多人回来的这样的检疫的能量。英国是出现 Omicron 死亡的头一例，所以开始追加注射计划。但是中是讲暂时未将英国列作重点高风险国家，不过有可能会看情况修正政策。全球有定序确诊的 Omicron 的病例，事实上也已经大概超过11000例，首例有被官方证实的死亡，也只有英国这一例哈，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料需要在另外去收集。那是中研院前研究助理感染案的调查，但是中进前要求中研院要伫12月19进前函上调查检验报告。不过因为相关人员还搁伫隔离当中，资料也还搁伫高风险的实验室内底，要得到无简单，会要求中研院伫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到年底啊，有真侪节日啊。若种有去买花民众会发现讲，这规盆的花买起来价钱拢变较贵啊。业者也解说讲是塑胶盆啊，还佫内面的土拢起价，这花价钱才会对得起。另外，也有真侪间连锁的素食店也讲要来起价咯。即马卖披萨的披萨哈也讲要起价，大约是起20块到50块。规头盖圣诞红看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不过今年受到原物料起价影响，塑胶盆啊、土各项花材成本拢提高，致使到花卉价销也起价。因为疫情的关系，花农今日小减产，也让台南这个应景花卉真有销。减产需求的人也是那么多，没有比去年减少，所以今年的那个圣诞红哦，有供不应求。圣诞红去年一盆一般品种5寸的差不多120，今年至少爱150起跳。像粉红色也是婚纱这的新品种，批发价差不多是160至200，平均起1成。另国人一直真介意的兰花，疫情转好了后就开始起，听后到明年春节，应景花卉应该还会起，不过业者认为未影响要起。虽然有一点差一点啦，但是买花的那个气氛也是蛮浓厚的。
除了花卉，伫麦当劳、肯德基调管了后，连锁披萨店必胜客同款嘛是未砍你原物料成本，也加国际运费的起价，则是宣布即马开始调管部分品项。包括7款口味起20至30，6款个人披萨起6块至10块，但是综合盘上侪起50，整体平均起价幅度达到3.1%。如果常吃，可能会感觉到说哦，增加负担。那我们997是还好啦。有时候涨价其实也是，可能店家就是在所难免吧。目前达美乐甲拿坡里也未讲要起，不过看到逐项拢起，薪水也未起的情况下，民众嘛真无奈表示，敢会当考虑经济状况，选择消费会起的物件，尽量莫增加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刷落来元旦连假有3天的假期，交通部表示，元旦连假代替高铁、客运甲航空，甚至是行水路，拢增加运输的航班，而且要规划替代路线。相关的规定，咱做伙来看一下。讲到元旦的运输，这个高铁是加开138车帮，代替要开各种列车，有107个车帮，拢是对12月初2饭点过后开始订车票，代替伫咧连假3天，逐天会加开像南到花莲往回复兴号，东部干线甲实名制的这个列车要2班。另外，高速公路长途的部分以第2线、第9线、第61线甲第63线替代国道。讲到这个国道客运也加开车帮，连假期间全国客运拢无优待。另外，讲到航空的部分也提供到956班，差不多有78000个座位。那讲到坐船的部分，也提供台湾本岛和外岛之间8条航线，会加开323班，协助68000个人次。讲到这个拜六就要进行4大公投案的投票咯。中国国民党是伫咧北部赶紧来宣传，民进党是落南去宣讲。不过一直拢无对外表态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暗是伫咧面册顶头发表一篇文章来表达伊的看法。不过伊也是无来对外说明讲，伊是要来同意或者是无同意。今仔日侯友宜有加一个党主席朱立伦做伙来出席活动，不过因的互动看起来是有淡薄气氛。新北市长侯友宜发文章对公投表态，强调公投无应该真做干那是乌白问题，应该爱就事论事，对事无对人。文章发出来了后，头一届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共台，两个人超工无惊做伙，尾手向媒体要求有握手，不过互动是无像演过遐尔热情。侯友宜公投的表态，前到当是无甲国民党共款有4个同意的论述。我每一个论述的过程当中，就以大家很多用专业科学的方式。让民众来作主，我们是为国家人民努力做事。我相信党跟派、个人都摆在后面。侯市长跟我一样，呼吁大家赶快出来投公投票，用我们的公投票站在民意这一边，告诉执政当局你错了。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是受到大家关注。公投进程上尾第4天，国民党等来北台湾，要甲传统的票仓9号条；也那民进党是锁定南台湾，要顾传统绿营的版图。南部4县市的首长也搁做伙翕影片来宣传因公投的立场。有人想要还美猪，让台湾倒退路，我们不同意。拜托大家12月18号返乡投票。也那反来底的公投，因为公布顶悬写本案敢有通过，农委会公告拢未受到影响。这点去互南洋积极讲，公投结果恐惊无准算。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这是恶意的解读，这是恶意的曲解。公投的结果，政府机关全体国人都同样受拘束。这个公投法有明白的规定。以公投法的规定，有效的同意票爱达到总投票权人数的1/4以上，才有算通过。以今年19825468个人来算。有效的同意票就要达到4956367票，而且超过无同意票才有算通过。4大公投即马就要到啊，拿着拢真拼死把握上尾的时间，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比利时的查某囡仔叫做 Zara， 今年8月18，伊对比利时驶着无人机要环游世界，伫咧亚洲的第2站安排台湾，今仔下晡也到位咯。咱的地勤人员也用台湾上界出名的珍珠泥地甲伊招待。Zara 表示讲，这座旅程真趣味，也会伫台湾待一暝。
机头是普罗皮拉超轻型飞机，则是为南韩出发，下晡2点55分顺利飞到台北松山机场。飞机驾驶刚19岁，伊是比利时查某囡仔扎拉拉瑟夫。穿感色飞行衣的扎拉拉瑟夫看到机场地勤人员接机，面上拢真笑容，先甲欢迎来台湾的看板翕相纪念，也特别向接机的民众致意。完成入境检疫，准备去桃园大枫叶旅馆，总算会当啉到期待真久的粉圆面茶。扎拉拉瑟夫今年8月18为比利时启程，家己驶飞机展开环游世界，预定飞51000公里，停留52国。伫11月份飞到俄罗斯，因为签证甲气候因素，停1个月了后才个启程。亚洲头一站先飞到南韩，第2站是来台湾，也讲起到台湾头一遍的体验，讲台湾的天气不止啊热。扎拉拉瑟夫伫台湾停留1暗，15早起会阁启程，继续飞去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这国家，预定明年1月中会飞转去比利时。伊是家己一个驶飞机环游世界的上少年女性。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拢伫咧欠晶片，国际上拢伫咧抢咱台湾台积电的产能。Intel 执行长季辛格昨也是坐着这个专机来到台湾，事先以后录影片来说明，强调 Intel 甲台积电有真密切的合作关系。不过季辛格进前想要阻碍台积电接受美国政府补助设厂，也批评台湾的局势无够稳定。不过这回可能是为着晶片煞来解水，以颠倒来讹到台湾产业当中是正关键的所在，而且讲过会投资台湾。13红一架私人飞行机飞到桃园国际机场，经济部证实入境的人，就是半导体大厂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透过防疫专案模式来台，季辛格也特别有录一段影片，说明这摆来台原因。Shortage that we are all grappling with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not only of semiconductors, but of supply chains. Our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SMC. TSMC has unlocked the magic of silicon for us and others in the industry in so many ways. 季辛格低调来台，这个期间未公开行程。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双方未见面，也毋过定义季辛格想要阻挡美国政府对台积电去美国建厂提供补助，要公开批评台湾是一个无稳定的所在。也毋过即马话一转，强调甲台积电的合作关系，更较讹到台湾是科技宝岛。Taiwan, home to an entire vibrant ecosystem that weaves together technology together as a hub in our industry. It is nothing short of amazing what Taiwan has become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我想它应该是会有很多面向的一个这个讨论嘛哈。那至于他邀请的厂商，我想台积电应该包含在这里面这样子。季辛格亲自飞来台湾，想要解决明年晶片供会危机。外界认为，英特尔将甲台积电确定3奈米制程订单。电工会表示，2022年的下半年欠晶片的问题就会改善，电子大厂供会会慢慢的正常。当然是有点影响，不过我们也觉得有在改善，而且明年上半年开始逐次改善，下半年应该就恢复正常。电工会也有讲，随着需求增加，看好台湾电子供应链出货动能继续成长，尤其是5G、IoT 应用晶片需求量大。若讲无疫情变数影响，2022年电子业的出口将继续带动台湾经济上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半导体公司 Merck 宣布讲，要伫高雄投资新台票170亿做新的生产线，到时阵会当提供400个头路。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上北去迎接 Merck 的执行长，也讲 Merck 会伫落地的科学园区设厂。另外也强调讲，对台南到高雄的南台湾科技串联，今嘛已经渐渐开始出现了。我今天来是迎亲哈，这个抢亲成功。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上北，一开始就讲，成功迎接国际半导体大厂密克进驻高雄路德科学园区，这嘛是密克集团发展计划一部分，会投资170亿的台票，按算会替高雄增加差不多400个工作机会。Merck is planning to invest
500 million euros in Taiwan, which is the equivalent of 17 billion NT dollars in the next 5 to 7 years. We will invest primarily i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and we will expand our footprint in Kaohsiung. 最近除了用特局进驻，国家上密切扩大投资高雄，大家嘛认为讲，为台南到高雄，规个南台湾的科技走廊已经形成，晶圆制造供应链胶层，那高雄嘛真做密切，全球上界重要的生产基地。Merck 来了，那大概所有的我们这些半导体的材料，从英特格到我们的这个 Merck。到整个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等，大概这个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大概从台南到高雄，全球最强的厂商都在南台湾。南台湾的 S 半导体这个廊带呢已经成型，默克在南科的高雄园区刚好在中间，也要恭喜默克，事实上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点。科技部长吴正中形容这是双赢的合作，除了半导体，未来还有5G等等各方面拢会伫南部发展。伊按算上紧伫2030年，就当看到相关的效果。为桥头科学园区到台积电投资高雄炼油厂，还有陆地科学园区等等。即马国内外大厂来投资，高雄要发展全球性半导体产业，可能真紧就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民众去到花莲德鲁古国家公园散步时阵，因为伊手里有摕着会当食的物件，却去互高山下抢劫。这位86岁阿公惊一个是跋倒受伤。县政府也要提醒民众讲，伫一款所在千万唔通将会当食的物件摕出来，也唔通去饲野生动物，避免发生冲突。猴子怎么这么多啊？86岁长辈坐伫个涂骹，家属伫边风火真大，因为是野生狗抢食物件，才有老大人跋倒。猴子来抢我的东西，我在讲猴子，我爸爸就从前面就跌倒了。高丁就伫无远远的所在，家属起家想要摕皮包来赶狗，互警方阻止。现场伫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内，警方接到通报，伫派出所另外道路有民众受伤。到场后，赶紧将受伤的雷姓老先生至安检处所。以太管处人员及时将伤者及时初步救护，所幸并无大碍。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也不要挑衅它，那也不要去喂食它。那另外像是在游憩区或者是游乐区的范围里面呢，也尽量不要把食物外露。太鲁阁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袂少，尤其是高山下数量真侪。县政府提醒，有当时去松林也是户外佚佗的所在，拄到野生动物，莫伤大声，则袂引起的注意，也莫用赶也是甲钱，则袂想讲要抢地盘，也是甲挑战。但是食物的部分应该放伫皮包内底，则袂去抢去。记者综合报道。有3个民众顶礼拜5要撩客去到台东的乐乐温泉，按算礼拜会回来。不过人却无准时回来，家属伫拜一也去报案啦。因为爬山的地点是路头吊弯，先请当地救援人员去敲找，目前已经找到一名姓杜的爬山民众，其他2个继续等咧搜救当中。到林线了。辛苦爬上山的零线，准备往下卡山洞。台东县警察局的警员揸着简单的装备，先上山找失联的山友。因为3名山友车闸缩起前往海端乡的大轮溪水头落落温泉，原定12顿来，却失去联络。家属13报警，因为案发地点离登山口至少有8点钟的路程，警员先上山搜救。13时20分左右，背头装备前往陆路温泉扩大搜寻，于路途中遇到被登山队救援下山失联的登山客。当地保农族的警员展现好的体力，经过行几点钟，13尾仔仔伫山路拄到一组登山队，发现失联的姓杜山友就伫其中。原来是登山队13透早已经先救找无路的姓杜山友。警方随将伊护送落山来治疗，因为乐乐温泉是当地本农族的传统礼俗，为伫深山人真少去，当地地充足，氛围围着就像人间仙境，加上有山抗美景，吸引不少山友慕名前往。你下去之后，你只要那个挖那些土，就是有温泉的，所以是很天然的。进去峡谷里面，它很漂亮，而且那个峡谷特别高。就类似一线天啊，你要有一定的专业的溯溪装备或是救生衣，
要有教练。这个案件，我们要带山域装备，也要带水域装备。一大早我们就派了6名同仁，里面有2个带水域装备，然后4个是山域装备。那还包括一台空拍机，因为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用空拍机去找。考虑案发地点远搁歹行，消防搜救人员准备齐全搜救装备了后出发抢救。经过8点钟的天晴，已经到达案发地点的搜救人员，当专业搜救失联的2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个月初9，合欢山水丰路段20.6公里处，又搁再发生火烧山意外。地处民众所接的水道水管，抑搁正做要用所接来水，拢去互大火烧歹去，造成附近50外户是无水通好用。若准备重新接管，一户就要开30-40万遐尼济。目前农会也出面要来斗处理咯。为了解决欠水的问题，南投仁爱翠峰地区农民冒险抢修引水管。哦，小心小心！好。农民扛着水管往下面爬到道路边真夹的边部，这个土石拢互烧到草尾打送冷，时间风险真大。当地农民已经几啊天无水通用啊，只会当家己将烧害的管线接到转去引水。都是要斜斜的，要放开来，要斜斜的，这个是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你看拉一条管至少要6-7个人。对。哎呀，6-7个人要这样慢慢，都是拿生命危险来。通往合欢山的第14甲线20公里的所在，伫这个月初9并无发生大火，烧掉的面积都有7公顷。简单的自来水甲农民的灌溉管线全烧断，不过因为时间难度悬，3天才恢复一条管线，无法度应付当地用水。重新换管跟施工，我们大概要花到40多万。家里面停水，地里面灌溉停止，因为这个施工期大概要1个礼拜到15天。农民种的花甲高山菜西全拢无水通啊灌溉，一摆烧掉的水管大约2公里，连带影响到清境地区的用水。也毋过目前导火原因也来调查，当地农会协助向县政府申请补助。第一个，现在起火的原因也不明确了哈。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天然灾害的话，那看政府在天然灾害的救助上面有没有办法能够支应这一笔金额啦。哦，那当然，目前是农民都是自己出钱啦。农会表示，目前只会当回动公所先修复简单自来水的管线，有过也要半个月的时间。另外，农民的灌溉用水已经报请县府，研议专案补偿的可能性，减轻农民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防疫上界重要就是顾好家己。讲到这个变种病毒 Omicron 爆发以来，已经传到65个国家甲地区啊。伫英国也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为了要防止 Omicron， 纽约市是下令民众都爱注疫苗，包含5岁以上的囡仔也都爱注。另外，美国也要求阿兵哥爱注疫苗，不过有27个因唔注的空军，真也敢死头路啊。这个Omicron病毒传到65个国家地区，英国累计有超过4700个人确诊为着新变种病毒。即马传出头一个感染Omicron死亡的病例，就伫英国。We can see Omicron spiking now in London and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Here in the capital,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bout 40%.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首相强森表示，目前为着新病毒的病人，其中重症病人有10个人，拢是只有注2剂疫苗，无注对家剂疫苗，所以强森嘛呼吁要求民众赶紧去注对家剂。伫美国纽约市嘛为着防范传染力较强的Omicron病毒，要求5岁到11岁的儿童必须伫当地10时进前至少注1剂疫苗，12岁以上的儿童爱伫27进前注完整的疫苗，才当进入餐厅，甲参加其他活动。另外，佮限制18万外境的私人企业，到27为止，必须要互职员完整注疫苗。We want to protect everyone. We did it understanding that so many peopl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ve told us that the vaccine mandates worked for them. The folks in entertainment, indoor dining, fitness said, in fact, it created a safe atmosphere for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alike. 伫纽约州的州长是规定，至少到明年10月15为止，所有外出的民众拢要强制挂税案，若无可能要面对包括1000美金，差不多代表27000外罚款的民事甲刑事处罚。同时阵，美国空军嘛宣布开除27名唔愿意注疫苗的士兵。空军表示，已经互这的士兵说明的机会，说无允准因免注。这27个人嘛，正做头一批，因为不爱注疫苗，互死头路的军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
美国的 Amazon 公司有一间伫伊利诺州的仓库，结合加利亚风吹甲放起，造成6个人死亡。外界也质疑讲公司的应变程序有问题，而且 Amazon 有施行手机禁令，致使员工无法度随敲电话，或者是收到外口的消息，可能是安尼生才会造成悲剧。美国中西部6州7日暗到11早起，遭到超过30个加利亚风侵袭，造成严重伤亡，已经知影至少88人死亡，其中东灾区肯塔基州14个人死亡，而且人数继续提升。伊利诺州爱德华市的亚马逊公司仓库也互加利亚风吹倒去，已经知影至少6个人死亡。伫同一间仓库工作的吉娜，迄当时因为当地外出散会，幸运躲过一劫。I was hearing tornado sirens and warnings, on the radio, and, I was like, I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it, but then, as I was on my way back to the Amazon building to return back after my route, the dispatcher, she's like, you guys can't return back, the building has just been hit. 灾害发生的时阵，亚马逊的应变 SOP 受到质疑，包括敢是提供适合的避难所，员工敢是互通知随前往避难。家己发出激烈天气警报之下，敢是游员应该照常排班顶，有待厘清。When it comes to tornado drills, is that something you guys go through or do training with to prepare for a situation like that? I know you're still kind of new, but did they take you through any kind of training before you started? No, not really, no. 除了这之外，彭博社引用消息人士指出，几啊年来，亚马逊禁止员工将手机摕入仓库。虽然这个禁令伫疫情期间放凉，也不过明年1月有假阁要重新上路。身边无手机员工无法度及时收到警报通知甲发球，这摆灾害也互亚马逊重新检讨手机禁令。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咧美国奥运女子体操代表队做团队医生的赖瑞纳瑟，这18年来竟然糟蹋500多个查某囡仔，落尾伊去互判刑，总共的才爱关几年，算起来是300多年，也爱赔偿美金3亿8千万。不过，这个医生也无钱赔付别人啊，落尾是由美国体操联盟、美国奥会甲帕运会爱来负责这条钱。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邦破产法院13核准美国体操联盟、美国奥会甲帕运会参奥运女子体操代表队医生赖瑞纳瑟性侵案500多名受害者赔偿官司所达成的3亿8千万美金的和解案。这件美国奥运史上受害人数量上最的性侵见效代，58岁犯罪者本人纳瑟2018年被判300多年刑罚入狱。美国体操联盟为了整合各项一直来诉讼，伫2018年12月宣布破产交付监管。美国奥会甲帕运会也将邀请受害人担任董事，有防监管的代志搁发生。And I pray the rosary every day for forgiveness for I want them to heal. I want this community to heal. I have no animosity towards anyone. I just want healing. It's time. 提出赔偿的女运动员包括美国体操天后西蒙·拜尔斯、艾莉·瑞斯曼甲麦克卡拉·马罗尼等体操奥运金牌得主。第一位伫2016年亚军纳瑟恶行的将体操选手瑞秋丹·荷兰德13对和解消息表示满意，伊推文讲，这个将这总算结束啊，上艰苦的改革甲重建工作会当开始啊。纳瑟担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期间，所关的性侵案2018年密大学校甲被害人达成5亿美金和解，再加上这个上新的协议，总计纳瑟性侵案的赔偿金额达到8亿8千万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021年，台湾、美国、日本3方印太安全对话伫早起举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用影片发表演说，伊强调日本和台湾、美国同款，未失去对自由人权的意念。总统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也搁再强调，无论是甚么款的压力，拢袂改变台湾对自由民主的拍拼。2021台美日3边印太安全对话早起举办，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透过影片来发表演说。安倍晋三提起美国总统拜登捌讲过，民主唔是拄好就有的，咱来保卫守护，也爱为民主来战。咱台湾就体现这个信念。On that account, few nations embody that reality better than Taiwan. That is
to never ever lose our faith in freedoms, in human rights, in the rule of law, and in democracy. For 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to do the same, to cherish democracy. 蔡总统致辞的时阵，先感谢日本、美国等等的国家，在疫情关键的时阵，捐疫苗给台湾。台湾虽然地头小，不过对区域甲世界来讲，拢真重要。会继续坚持对民主的承诺，而且无任何外部压力会当影响台湾。No amount of external pressure can shake our efforts and commitment to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nd particularly partneri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maintain a secure, peaceful,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尼加拉瓜甲台湾断交了后，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头一摆出席公开活动，伊对断交也做出回应。伊批评中国趁美国咧办民主峰会时阵，对咱台湾的邦交国出手。在举行民主峰会的时候，那中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中国是一个目标也因此中国也挑定了这个时机来针对我们的邦交国下手。我想大家都对中国也会加以强力的谴责。吴钊燮强调，即摆断交的国际情势背景是民主甲威权两边咧互相对决，看尼加拉瓜和咱断交实在真贴心。外交部人员已经尽力啊，后续铁管人员安排甲双方的协议等等，即阵拢当咧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有网友伫咧流传讲，若准是退伍的查甫囡仔，上到网络去查讲，你未来敢爱去互教育调职，若准有去查，你就会得奖。即马国防部也出面来背回咯。互网友号召讲是有史以来上届硬斗的教育调职，国防部的一个教育调职新制度对明年开始伫咧施行咯，会调职15000人，回来训练14天。根据着国防部的统计，讲这过去8年来退伍的阿兵哥有58万多人，其中有65%拢无去互调过来训练过。国防部也强调讲，即寡人拢是电脑竞出来的，若准是拄退伍的，上有可能互人叫回来训练。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强化后备改革，每年旧制新制教调做伙来，当中有差不多15000人接受14天的教调新制，民众会当上网来查。国防部秉持后退伍先教调的原则，不过经济统计这个数据差真大。过去8年来，退伍的义务士兵因有58万多人，有38万人，也就是有65%，因拢唔捌去互教调过。这内底有10万多人是互教调第一遍，这款的情况嘛发生伫个义务的官兵甲士兵，因拢总有36%甲45%，拢是唔捌互人教调过。目前在后备战力的改革的做法上面，将增加5个新训旅以及3个训练中心，未来可以大幅提升后备军人教招的训能以及训量。在新式教招的做法上面，也是以后退先用的原则来办理。针对最近3年退伍的这个义务士兵，因有超过90%拢唔捌互教调过，安尼互教调机制公平性，互人咧犹疑。国防部定性讲，教调是采取电脑咧选员，嘛会针对后备部队的军事官来编列管制8年的限制，甲放人到12年。另外，国防部及时宣布讲，111年招募的这个班队，估计会招募20703个人，内底以志愿士兵是上大主的。估计会招募14221个人。外界较担心的是讲，逐英年这款教调的效果什么款？国防部表示讲，今年会有95%的成绩。现行兵役制度系采募征并行制，役男依法接受军事训练，完训即纳入后备列管。第二点，后备军人可满足后备部队暂时的兵力需求，达平时养兵少，暂时用兵多之效益。国军朝向募兵制来发展。志愿役的士兵来争做台海防卫作战的主力。不过，伫个役期敢若有4个月，这个军事训练役，未来是要伫个部队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役男入伍了后，经过专长的训练，争做合格的战斗兵。退伍了后，会甲纳入去后备部队来编管，过来结合新式的教调来维持后备战力。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协助高雄市的刑警大队，也有屏东县警察局做毒品的检验。不过检察表出讲检验唔对，甲3级毒品认定做2级毒品，若做安尼先认定唔对，这罪行会判搁较重。高雄甲桥头地方法院加起来，总共有38件案件出现争议啊。不过高医的部分因唔是承认家己检验错误，甚至强调讲新设备入来了后，要主动汇报检验内容，加重新检验。这台气象展示吉普仪是高医检验医学部检验药的仪器之一。去年9月，高医承接高雄市刑大队甲屏东县警局委托的毒品检验案，传出检验过程中3级毒品误判做2级毒品。验尿报告显现的也是3级，但是他持有那个毒品验出来是2级，所以法官就因此而在送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做复验。高雄地方法院证实，为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至少有11件本来有罪，后来判无罪。桥头地方法院有1件，包含地检署有38件起诉，2件恐惊有26个人判唔对。不过高医反驳验对，强调1809年1月承接业务的时阵，就已经通知提供包括喷嚏诺2级毒品在内73项毒品检测项目，尤其是油体诺，当时无公告是3级毒品，原来也无这款毒品的标准品会当检测。所以本来都验袂到，后续病院原来有买标准品，要汇报检测内容可能无同，也协助32件复验。一开始这个标案我们就列出73项我们能够检测的这个毒物，那其中包括 pentilone， 开始的时候没有 utilone 的标准品，8月才发文给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建立 utilone 的这种检验？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表示，去年12月发现报告问题时阵，就通知高医，病院也回答已经将有疑问的检验内容全部修正。14下晡到高医了解后续处理情形，也确认是不是有民众因为报告唔对有冤案发生。法医所做的复验发现了之后，跟高医做讨论，那他们就赶快去采购这个有机用的标准品。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最早之前为什么没有这个标准品，没有在验？那我们就必须要再做厘清这样。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持有2级毒品会处2年以下徒刑，不过3级毒品损值必须爱5公克以上才有刑责。检验结果恐惊影响判决。2地院检拢伫清查是毋是有疏失，若是有民众因为报告无共决定提出告诉，高医是回应后续看法律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就要进行4大公投案的投票啊！这甲民众拢有绝对关系，鼓励民众拢爱赶紧出来投票。其中这核四厂停放这个案，拄好是当着台湾要进行能源转型的时期。究竟是使用倒一种能源？这其中是有好也有歹，咱也做伙来看正反方因的主张。孔仔寮无法度接受这种这么大的核能灾变，整个台湾拢无法度接受。核废料一辈子都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空污跟废腺癌是每一天都在屠杀我们的家人。最远看到的那个是2号机，那再过去是1号机。吴文通就住伫孔仔寮的仁和宫附近，鱼市厂区甲仁和宫敢若隔1道壁，发电机组甲反应炉就伫1.5公里外尔。吴文通讲，原底大部分居民唔知土地为何予政府征收，802年尾期开始有团团甲学者来，因才知影核事。落尾嘛，为核电厂周边居民的口中知影核电厂的影响。连渔民对渔民伫海上拢会，对机拢会对讲讲，恁千万唔通互孔仔寮过起核电厂，阮遮的渔业，阮遮的海菜，啥物完全拢受到损害。孔仔寮居民发觉核能电厂对家己的影响，嘛开始了解核能有辐射安全的问题。不过，中科核事提案人黄树修认为，核能安全经过把关是有保障的。相关的试运转测试跟安检的再验证呢，我们都会进行，而且我们要求要请国内外的专家共同来检视。黄树修为2018年以核用力公投，就希望把核电占比提高到20%。取代烧土团发电来改善空气污染，伊肯定发电再生能源，但是认为再生能源无够稳定，价小较贵。但是公投通过，伊希望核电为即马占整体8%左右，渐渐来提悬。再生能源，可能100个单位的装置，可能只能发出30%的这个发电量，因为它的效率转换的问题。那核能跟火力呢，它可以高达90%以上，在英美法，其实他们也都是核电战车支撑电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占比。
终结何时？最后一战。若是中期迄时公道无过，而且核能占比嘛降低，台湾港会府找到适当够充足的再生能源。咱需要一块时间，互台湾来找到较适合的再生能源。啊，这个时间先用天然气来换掉咱烧煤炭这件代志吼，换愈多愈好，其实就减碳减少咱的空气污染嘛。大量提升再生能源占比是环保团体的目标甲愿望，毋但是为着环境，嘛是为着符合 RE100%使用再生能源等等企业经济考量。因也了解，伫过渡期间甚至未来，台湾用电习惯嘛是重要的议题。但是用电生产率比过去规划更较悬，就算达成原底设定的能源目标，也是可能有电力无够的问题。咱的用电成长率本来都是评估讲差不多1.5%左右啦。2021年咱上看可能2.5%到3%节能那是讲甚至这种电费的这个合理化的调整，而不是一直去想办法开发新电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空间跟土地可以使用。目前有再生能源2025年提升到20%的目标，不过到今年为止，再生能源占整体发电量差不多5%。再生能源因为发电装置地点选择问题等等进度有较慢。除了这以外，再生能源的供电稳定度嘛受到大众质疑，再加上小连线影响到电费等等，嘛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发电核能的部分，核废料虽然会使封存隔离，但是要放倒是真受到争议。继续起新的核能机组，是毋是会造成更较侪电源空间？也有核能若是真正发生意外灾害，国土无大的台湾敢有多承受，拢是备受争议的问题。记者郭文条随新北、台北采访报道。一天平均有17000多人去坐下锡科火车头，因为这月台上过下人阁真多，若准有快车通过，这无路通好闪遐的风势。民意代表今仔日就要求交通部去到现场勘查，铁道局也答应讲会赶紧来改善。过站无停的普悠玛列车真紧驶过锡科站的月台。旅客想要闪都爱注意，因为月台上下尖峰通勤时间，佫较是无所在通闪。当地民众讲，逐工上班时间人坐甲真惊人，根本就是嫌坎搭着靠车片的单车。早上有我们住宅区要往台北去的，然后从基隆来要来这个厂办大楼上班，或是从台北来要来厂办大楼上班，所以这月台上早上真的是超夸张的。我希望那个不停站的快车要稍微减速了。他们开得很快啊，往往呼的一声吓一跳。辖这地区通勤需求大，锡科站是2007年12月代替新设的通勤车站。2008年，逐工进出站平均1400人，当年成长到去年逐工17608人出入坐车。当地民代一直接到民众反映，车站月台的动线无好，有安全的顾虑。交通部早起应邀前往会勘，答应由铁道局进行总体改善，评估设置避风停单区，加拓宽出站楼梯，增设出口疏导人潮。另外，未来经过设置的家人坐群，因为北地无够，将未甲锡科站共站。它未来在这个地方会变成系东还有基捷会在这里当一个分叉哈，一个是往东湖，一个往南港，两个不会在一起。最近一直出现问题的代替，早起伫通勤时间，佫发生火质异常事件。早起8点30分，板桥站东线下行出现异常信号，伫8点42分修复，造成6列厝万分。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投诉讲，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景观工程甲24丛的大树仔做掉，护州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来批评，讲这毋但是损害历史景观，嘛无尊重受难者前辈所种落来的树仔。不过博物馆也表示讲，这错掉的树仔毋是受难者所种的，而且有的已经破病，无法度正常成长。错动的大树规张用吊车吊起来，慢慢放伫涂骹。立法委员陈椒华接到民众投诉，讲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进行景观工程的时，竟然把馆区内底24丛大树错掉，批评这是无尊重受难者前辈所种的这树仔，把损害珍贵的历史景观。说有一些树木，它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病虫害，
甚至它在交通的动线上面也没有直接的相关系。它其实是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场域的一个变迁。树木它留下来，它就可以是一个代表，告诉我们以前的变化是什么。不过官方表示，错掉的树啊是因为无健康，已经无法度正常生长，有的因为破病已经就个变空心啊，那无就是有盖掉园区内底历史建筑，而且不是受人家前辈所建。最高的原则还是在全园区的保存为最高的原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进行移植的时候，才进行移除。移除计划之前是在新北市文化局这边已经审查通过，也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建议，目前正在修改。官方表示，目前的工程是要将园区内底的景观经济历史文件恢复成1980年代美丽岛大审时的模样。针对民众的质疑，会全面过点园区的树啊，嘛提报资料予主管机关审核。记者郭君长随台北报道。真侪人拢有宠物做伴，刚建议即马有研发一种会当监测到宠物喘气、心跳装置，佮甲这个资讯传到手机啊，互主人随时知影到宠物的健康状况。狗仔来公园散步，甲主人算甲真欢喜，真少看挂伫狗仔阿妈棍的智慧装置，毋但会使知影狗仔的喘气是毋是正常，佮会使记录心跳，而且重量敢若20公克。狗仔挂起来完全无负担，我都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到它的心跳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活动力啊什么，可以让我比较安心一点。软性的电路材质，所以它可以像是项圈一样放在宠物的那个脖子上面去。那这个整个模组基本上它可以使用到12个小时，所以当宠物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它可以最及时、最简便让饲主了解宠物的生理讯息。研发者表示，因为厝内保持一只猫仔，有一摆看到猫仔就惊。猜想猫仔当咧生气，才会忽发奇想，发明这项装置。发现这个猫这些宠物，它们在不时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那种紧张或者是一些暴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想说，是不是能够透过一些量化生理感测装置去了解这个猫的状态？所以也想到说，透过这个自己研发的一些技术，去对自己的宠物有一些温馨的照顾。这项智慧装置包括狗仔、猫仔等等的宠物，拢会使使用。而且，佮摕到国际 CES 创新奖，利用科技随时关心宠物的健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因为一直掠猫仔地鼠猫的数量一直在减少，甚至有国际单位已经将猫列做是强被断种的生物啦。也因为猫的生态方式到那科学家也未找到，地鼠的复育的这条路是行甲真困难。一撮一撮的麻鱼放伫行架顶悬，用大火行架香讲讲，烘麻是日本传统美食，真受国民的喜意。不过即马因为麻的数量减少，未来恐行的餐桌顶看袂到。44年前はうな丼が1000円でしたね。で、うな重が1200円で、その頃に比べると3倍近くになってますかね。麻敢若袂同款的生物，伫地球已经有7000万年的历史，也毋过伫过去40年数量快速消失，甚至互国际自然保護聯盟列做是特別斷種的物種，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掠傷濟。シラスウナギの再保数というのはここ30年以上ずっと減少していて、ピークであった1960年代に比べて 10% あたりまで落ち込んでいます。專家講，殺蟲劑、塑化劑甲藥品污染水源，影響麻的生態能力。咱人起水壩甲水利設施破壞生態的所在，也不利麻洄游生卵。商売として、始めた場合、コストがかかりすぎてしまいますので、産業として成立し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います。なので、産業として成立できるレベルまで安く大量にうなぎを作るという技術を確立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目前服用麻的方式也是买鱼仔仔来饲，不过麻生活伫咸井水甲界，爱靠人管理水质。另外麻无爱食饲料，水产试验所也还未找到麻爱食的食物，所以无法度伫养殖的环境中成长。虽然日本有动保团体多年来伫野放麻，不过安尼做也毋是解决的方法。只有咱人减少掠麻，才有法度减少物种消失。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圣诞节特别到哦，来看这个德国西北部有民众因兜有444丛的椰蛋树，逐丛拢有无同款的主题，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门一个开开，看到内底拢是圣诞树，为客厅到房间，行路到楼梯。每一个所在拢真有圣诞节气氛。住伫德国西北部的耶路比昂阿姆，
因10年来圣诞节拢会伫咧厝内装塔圣诞树，今年算的伫咧差不多30平空间内底，拢总有444张圣诞树，佫一个创下世界纪录。 Das Rekordinstitut für Deutschland bestätigt den neuen Weltrekord: 444 geschmückte Weihnachtsbäume. Und das ist Ihre Urkunde.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Dankeschön. Super. Geschafft, jawohl. 耶路比引导的圣诞树，每一丛拢有无共款的主题，有星际大战、超级英雄、甲黄色的阿米亚等等。因翁仔某从8月份开始，就咧布置遮的圣诞树，而且每一丛拢无共款，拢总用万外条的圣诞球，还佫有300条彩色的电火线。 Bisher gibt es keinen anderen, der sein Haus in dieser ausufernden Weise weihnachtlich schmückt. Aber vielleicht wird ja jetzt der eine oder andere aufmerksam und sagt, ja Mensch, das kann ich auch. Ich habe ja noch von Tante Elfriede meine 500 Bäume im Keller stehen, die müssen jetzt endlich mal raus. Das wäre eine schöne Geschichte. 耶路比因翁仔某对装塔圣诞树的热情，目前是无人通甲因比拼。今年已经是因第4届创造世界纪录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宜兰到新竹对16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7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